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捌开讲，讲台语的成语有迄个两字的，四字唔才叫做成语，但是拆开变两字。你像讲头小耳热，你像讲望稳背义，你像讲操心白白，古前拢讲吼，头前两字就讲了啊。啊，同样头小发烧，你着加强后壁迄两字讲耳热，制造效果。搁有头拄仔咱伫咧讲的讲操心白白，操心就讲了，就要搁加一个白白，表示加强口气。当然毋是干那成语安尼尔，俗语原来有，原来有迄个典句接的句，后壁搁加赞一句，拢是为着要加强口气啦。你像讲民间人伫咧流传一句话，讲先得先，后得后。即句国情啊，你讲吼，我捌听的，咱人伫咧摆档，本来即个鸡仔位无人占我先来，结果吼摆后壁迄个讲又安那要摆啦。咱就听我甲讲啊，先得先，后得后。啊，伊只好摆咱隔壁，结果安尼隔壁，搁再隔壁，搁再隔壁，规条街啊摆甲满啊，啊，搁一沓来啦，人就会甲笑啦，讲吼先得先，后得后，你啊尾来得袂着啦。当然，即句啊尾来得袂着，你讲吼有效果无？有啦，毋过大多数的作用，拢是伫咧加强口气。后壁的人硬想出来讲倒句的，这有哪有可能啦？啊，可正咧讲，较早吼。看迄个外台的布袋戏，迄个主演咧讲口碑外敖咧，常常有即个典句接的句，下句想出来倒的倒句。你像讲听我叫压出来，常咧讲先下手为强，无毋对，叫你一不做二不休。后壁人会搁生一句讲三不做就叫冤仇，这咱原来捌听。啊，先下手为强，听我叫就甲你提醒讲，啊若慢下手就受灾殃。即句原来后壁想出来倒的啦。先下手为强，当然较慢的就略啊，毋若干那略，为着要倒句，伊加强效果，讲慢下手你会受灾殃。即落咧还佫有无？有咯，佫有迄个改一字的。咱知影讲先有先报，安尼就讲完啦，毋是后壁为着要加强口气，佫加赞一句讲恶有恶果。你本来若汉文咧写是先有先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甲改一字果，改互伊倒句，改互伊趣味。布袋戏台顶的主演，常常有在条写即个话出来。国情头拄仔咧讲，成语有，俗语有，伊的用途固定干那一款，就是互你听典句意思的名，听下句理解更加加倍，会较清，会较知影讲台语的趣味、台语的深色的所在，正伫咧遮啦。